好，分享真到现場，今晡日喺後空比賽設計本大家就係推崇師哦，推崇師有動到好教、好料、好食的地方哦。家下後有老大家設計就係呀推崇師，有一類就係沙琪洋蔥嘛，吼，呀沙琪洋蔥咧，聽說後有動到人就會想會看到佢條沙琪洋蔥有乜個成果，故說冇聽說就係有一類成果一發標飛，冇一發就會做動到嘅相關嘅東西出來，係冇？做對老大家分享嘅部分。俺去年咧做沙琪做是有個我的文化成果冊，哈，來同大家介紹一下。俺去年的城鄉鬥陣社區尋寶、社區展寶，那個發通吼，俺有分靜態嘅動態。俺當年總會做了個成果季，俺就囤着沙琪啊、公所啊，總啊扣過來，好做緊的展覽。俺到迪拜時看到，哇，這個沙琪哈，今年同俺帶來那個豐富的活動。給你有社區文化深度之旅，好，就做一個文創品 DIY 的展示，還有給你設計一些小公仔，這都中華社區能量的展現。唔過我知道呀，做呀好沙琪洋蔥吼，唔係一時的事情，要繼續按嚟維持下去，要繼續做下去吼，係唔係要有咧經營嘅計劃啊？還係每一番佢嘅揾一隻經營債法，係唔係就有冇共用嘅利種問題啊？還係群眾問題嘅話，佢嘅沙琪係唔係佢嘅風格會改變冇嚇？其實來講，真係安琪唔啲哈，總有讀的種問題，但是其實那講嘅利種班配嘅旁邊的那講條畫卡來講，好嘞啦，沒有啦，就是那旁邊的夥伴，其實佢那繼續想維持嘅計劃嘅話，佢會影響到那利種。理事長，迄個也好嘅事情嘅發就錯嘅，錯，冇唔錯。做前就會按你繼續維持下去，故說可能大家也下看到也只沙琪，係做按你嘅洋蔥嘅過程，可能係唔下禮拜來嘅時間，可能會目標嘅主題，唔過還係會有佢即個沙琪嘅特色就錯嘅。錯，而且咱嘅沙琪係對基礎型慢慢，而不比較成長期，成長期做2-3年做完以後，俺就鼓勵佢哋提升更新。哦，一步一步來，而且對，剛開始像我之前講，俺做沙琪，先了解沙琪，就慢慢補為是，俺慢慢做繪本啊，做社區人才培育，等佢成熟時，佢曉寫計劃嘅時，佢都從各個不同的局勢開始形象顛覆嘅時，佢即家是在做文化深度之旅的咧。哎，佢是在像台中縣啊，冇得講，台灣的朋友、外縣市的朋友來上台中了，亞縣那好了。我太安有個東岸沙琪，佢有個野薑花之旅，已經嘅活動，然後所有全程接待、導覽解說，還有一些賣一些產品，沙琪自家來嘅。哦，做這個沙琪自家嘅人就錯嘅，也真正做得對一隻沙琪好動團結吼，係有動有碰出嘅，就變成利益共享了。你會發現，在做沙琪的演出咧，都作為成功法，而是在種南投有個淘米生態村，你安琪聽過嗎？嘿，但都係一個從對沙琪演奏成功的例子，佢係慢慢變產業化。那產業化的話，慢慢對的沙琪帶入了收入，哇！樣樣會越來越大，安尼。巧，嗰種有動到無像樣特色嘅沙琪，就做得哇，抽出一個動漿、動針掉嘅一個嘗試嘅吼。唔過聽講吼，也地都沒有咧，就係地方嘅文物館，咩做得去參觀一下係冇？喺台中呢就加一到種地方文物館，就分公立กับ私立嘅。那公立來講，你一套台中市還有名的係台灣民俗文物館。哇，台灣幾隻台灣嘅文物館，佢到台中民俗公園迪拜，佢到台安尼北屯。哦，係安尼台中嘅。方面方面做得看到。錯，你北屯民俗文物館，顧名思義，佢都係推廣民俗活動。佢當然別到安尼傳統嘅節慶嘅時，跟民俗文物館跟都會帶一些相關的活動，比如說端午節、中秋節，佢都配合時間做一些推廣一些活動。嘿，結果落來都係辦印刷室，辦樣印刷室，一直聽講哈，佢套文景館底部，文景館都係台中市文化局嘅全新，到文景館套上新路嘅，我想台中朋友總下啲，我都講呢件哈，其實細件來講，按過佢要1000塊嘅。
收藏品哦，里面是相当多可贵珍贵的宝物。大家就做得看到头牌的印刷很用的，系冇？板印，板印安尼。其实用雕刻上一个印上去，俺们开发真多很有趣的文创商品，比如说葫芦问呐，葫芦问系咪介意啊？以前的大富翁。古时候人玩的大富翁，有其母安琪，他就都来台中，该献礼。小朋友一好搞改，按开发出来成为文创商品，让小朋友了解到原来古时候人的智慧是这样子的。不过刚好也批评吼，现在有讲到也文创吼，也文创的部分，其实也咩喺推动吼，三万吼，伫个推广的吼，也文创的部分，尤其吼也推动师啊，佢。特别好，伫个推广的系嘛，系推重是七家人才，七家原创的原创七家人才，七家培养，七家创作出来的文创品系冇？嘿，创安台中咧，因为俺市长系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有创意的市长，记得讲啊，同样的公务人员讲，做事情是唔对，原来一成不变，运动会改变，用创意，所以记得同安定一个节庆，叫做创意台中，创意台中。哇，真运动无限呢，日掉，成班啲台中要按多事情好做。今年份创意台中啊隆重登场，创意台中呢，其实佢哋今年哈，按你行到改今年第3年咯。佢嘅重点有2个，第一个华人设计师诶展览，华人诶，几只华人？市长讲同我讲，你係邀請到。台湾以外哈，都旅居国外有名的设计师，就像米拉旺，哈吴志刚，哈嗰都真有名啦。按想办法到国外得奖，嗰度翻译，邀請咗啦，出嚟台中展覽嘅你東西，本台灣人哋哦，原來台灣都優秀的設計師，不給只舞台，春夏台中已經到大專院校，出嘛。借这个机会，创立一个平台，然后把华人设计师邀请了，开个设计师之夜，让大专院校校师生同你的设计师来做一个交流。我听嘅重点都系原创中台湾，原创中台湾，忙到原创中台湾，就是台中市个南投、中巴，你地方加起来就得真有名的设计师，冇得设计嘅真好嘅。文创的那个设计师，彩体的就错嘅，彩体的艺术家，巧中台湾彩体艺术家可以很过来，俺就要展场做草悟道，做要展场不跟展出，哇，安尼。所以来动态呢，喺总铺唔单止喺推重视听听，喺几只总铺，喺彩体的艺术家做得本家到一类舞台。做得来展示做得电吉阿丢的东西就。而且，那展览能按希望结合的产官学那双方面，来创造一个3赢的契机。产官学，产都系讲啊，听讲的商家嘛，哈，文创业者嘛，哈，官都系俺啦，台中市政府学对学者学教，那希望创造3赢的产官学3赢，因为这平台给那个做一交流的，因此呢，学生看到原来台湾按都华人设计师按表现的，然后妈妈可以效法看齐，而且在这个展览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哇，按就创意的东西呀，会引起他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嗰個也部分係較專業一些嘅，可能就係也觀眾朋友去到迄個片啊，含係消費者去到個片嘅話，可能。較難，唔係係冇，睇起來哎呦，你用按難哦，設計家難呢，係啊，藝術家哦。解釋嗬，其實一啲話，你今年創意台中啊，係都做草悟道，草悟道大概唔啲嘛，對景點酒店嗬，你行過來，行到美術館那條綠園道，都草悟道，係啱今年都草悟道都係前美術館個跟那個成品前美綠園道百貨公司嘅附近。然後要做個展覽，都當做去逛百貨公司啊，看一看，原來生活中，所以畫面後面做的看到的，就係對草悟道，都動獎呢，俺都是還有創意市集啊，然後我請台中見到原創的文創業者來當擺攤，你就剛剛原來生活中的事情可以透過小小設計，剛剛心情一好，哎呀，真勁呢，對啊你啊，知道啊，你台中的時間，因為我家去台中啊，去台中的時間，我第一我請好給他條甜食。
甜食正經凍好，哇！挨迄可能迄凍好菜，挨迄個時間就會甜食凍好嘅時間，你條凍爛，唔過有風哦，又有風好吹，就唔會按黏黏啊，有冇？唔過還有天氣就會凍到東西好料好食啊，還有哇，見到個風燜嘅呀，毗鄰高香，挨正經知道哇，無論係乜個還有沙琪咩做得料吼，還有凍到子宮做得透爛啊乜個，唔過今年吼，TPL 頭有推出咧，唔但將啲台中有觀光巴士。從日下面有咧文化嘅巡查係冇？然後文化巡查係特別縣市合併以後，都開始推嘅活動。因為縣市合併以後，有山海屯，都好，佢嘅台中衝，咁多年來台中了，可能佢了解人咧，佢乜嘢呢行了或者本身嘅台中人，說不定嘛唔知，我台中有乜個地方文化館，係藝文據點好了嘅地方。某一個人士嚟同我講，所以我就想，我來做一個免費文化專車，帶人的市民，個台來自各外縣市的民眾，做得報名就錯咧，透過報名就可以嚟搭乘文化專車。唔過有文化巡查嗬，係有人哋嘅討論咧，係冇啲巡查啲有，當然有。真嘅咧，唔過聽講一般嘅巡查嗬，聽貼片係要分類嘅，係冇，係無共用嘅啊。要分一般民眾嘅銀髮族，因為銀髮族都係講阿公阿媽，年紀下太可能退休嘅民眾咧，都對銀髮族沒有特別優惠哦。一般民眾在網站上報名，但是銀髮族我們是拿大熱天發來，大天發就好誒，而且有4個名額啊，我冇把阿公阿媽就跟人來，一個家族4個名額，爸爸媽媽好咧。3代同堂，每一班吼，唔上去係冇，唔講你身強冇到吼，唔就做咧，像你阿公阿婆，阿公阿婆做得大天發，冇要緊，我都係鼓勵個後生人，帶年紀大阿公阿媽出來了，來提倡3代同堂，然後全家樂悠悠的一起來玩台中，哇，就到台中。無共用嘅面試案咧，唔講吼，台中嘅文化巡查吼，所以係有乜個好料嘅呢？聽講入擺吼，還有 DIY 啊，還有傳統嘅文化，有懂得無共用呢啲咧吼，然後大家先來了一下，等下就收給大家啲哦。